息！锦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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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，锦溪！陈主管，南宫助理，您大驾光临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我这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不知道今天总裁怎么了，非要检查你们卫生间，看你们15楼的卫生间打扫得不干净，副总挺生气的，还特意派人再去检查。如果再不干净的话，那可能就要扣你们清洁部的奖金了。我这就顺路过来提醒你一下。南宫助理，我跟他们那是千交代万交代啊，让他们工作一定要认真努力，他们就是不听。南宫助理，你放心啊，我这就派人去打扫，一定打扫得干干净净的。我看你这人手好像不太够啊。哎，是，我们一人负责1层楼，工作量可大了呢。那不是有一个新来的清洁工，那你让他去打扫啊？哦，新来了，我让他打扫大厅了，还就他工作量小一点。行，那我呀，这就让他去打扫去。你看，我这特意来告诉你，如果顾总知道，那肯定不高兴，你可千万不要出卖我啊。南宫助理，你放100个心，你能来给我通风报信啊，我领你的人情，我肯定不会说出去的，你放心啊。那我先去忙了，你也继续忙啊。哎，南宫助理，您慢走啊。新来的，又在偷懒呢。哎，那个去把15层的卫生间给打扫了啊。主管，你不是说我只负责大厅还有周围的卫生吗？怎么？那推三阻四啊？啊？不是。身为神龙集团的一名员工，那工作必须得勤奋努力呀。就临时加派你个任务，就办不到了。我不是这个。你这以后还能有什么出息啊？再说了，小希呀，我呀，这也是给你机会多多表现，是不是？这样的话，以后上升的空间也有，也比别人呢升职的快，是吧？那个主管，我们保洁部再往上升的话，就应该是主管了吧？您的意思是说，准备培养我？小希，你工作第1天，野心可不小啊！啊？不是，您刚才说什么升职空间大什么的？升到主管，你做梦去吧！本主管的实力，那是你能比的吗？工作去吧。啊，步伐带快，利索点儿。干什么呢？哎，小希，饭盒。吃的比我还好呢。
接电话呀？真生我气了。顾总，有事？我就是想谢谢您。那天在公司，我还以为我待不久了，没想到。谢谢顾总您赏识我，如果方便，我想请您吃个饭，不知道您能不能赏这个光？杨工，我提拔你，是因为你工作能力强，办事效率快，是一个公司可以培养的员工。你不用特地的感谢我，只要继续努力工作就可以了。那顾总，您是不肯赏这个光了？我今天有事，改天吧。有人吗？有没有人啊？喂，有人吗？有没有人啊？救命啊！喂，有没有人啊？外面？奶奶，回来了，锦溪第一天上班怎么样啊？哎，他人呢？锦溪没回来。没有啊，你们俩不是一直在一起的吗？奇怪，这么晚了去哪儿了？什么去哪儿了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你们俩吵架了？哎呀，奶奶，我们没吵架。你这混小子，是你跟他吵架了吧？你们早晨出去的时候不是还是好好的吗？奶奶，您别激动，我们没吵架。我激什么动啊？你给我说实话，你干了什么？我没干什么呀，我就是让他当了一下清洁工，体验了一下我们公司员工的生活，我有错吗？什么？你让他当清洁工啊？他可是我们神龙集团总裁的夫人，他不生气才怪呢！你赶紧把他给我找回来，当他面啊，你要跟他承认错误。行了，奶奶，您别激动，我去找他还不行吗？你快点去，快点去呀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找不回来他，你也不要回来。哎呦，这孩子把我气死了！你说他让锦溪干什么清洁工啊？你看看，本来两个人好好的。哎呦，您先别着急，少爷一定会把少夫人找回来的啊！也不知道锦溪啊现在怎么样了，这孩子可千万不要出什么事儿啊！没事没事没事。把钱拿来，我要打牌去。这是给孩子的学费。挣什么学你？学费像什么？学有什么用啊？啊！我就能娶了你。爸爸，不要让爸爸！你谁？你谁？快小黑屋去！滚！孩子，放开他！滚！放开他！你滚！把钱拿来！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。这个贺锦溪，不就是让你当个清洁工吗？怎么这么小气？难道想离家出走啊？
把清洁工负责人的电话发给我。谁呀、这么讨厌啊？没有保险啊？我是顾西城。是顾总啊。废话少说，我问你，你们部门有没有一个叫贺锦熙的？您说新来的那个清洁工啊？对。今天你让他干什么了？我没让他干什么呀，我就让他打扫厕所。什么？卫生间？我告诉你，程莎莎，以后全公司的卫生间都由你负责。锦熙，锦熙，锦熙。锦熙，锦熙，锦熙，你醒醒，锦熙，锦熙！也不知道贺锦熙现在怎么样了，和我斗，这就是个开始。锦熙怎么样了？少夫人是因为受到了过度惊吓而引起了昏厥，我已经给她吃了一些镇定的药物，醒来应该就没事了。不过，以后不能再受到刺激了。平时啊，多给她吃一些安神补脑、镇定心神的食物就好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只要他没事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哎呦，刚才看到他那个样子啊，真是把我给吓坏了。老方啊，赶紧送沈医生。是，谢谢了，沈医生。沈医生请。慢走啊。锦熙，锦熙，你醒了。顾西城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啊，天哪，是你救了我吗？傻瓜，你没事就好了。都是我不好，让你做清洁工，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。我扶你起来。哎呀，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其实今天的事情不怪你，都怪我自己太大意了，不小心把门给反锁了。我得谢谢你救了我。行了，别自责了。医生刚走，他说你没什么事儿，就是受到了惊吓。多休息几天，这几天你哪儿都别去，在家好好休息。我不用休息啊，我明天就可以去公司上班啊，挺好的。那怎么行呢？这万一再遇到这样的事怎么办啊？哎呀，不会啦，我以后一定会小心的。
没关系。虽然呢工作辛苦一点，可是我觉得这几天过得还是挺充实的。不行，就算你要工作，也不能再做清洁工了。要不你做我的助理吧？我才不要呢！前一天还是清洁工，第二天变成了总裁助理，别人不知道在背后说些什么东西呢。我可不准备变成那些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那你想干什么呀？我做清洁工挺好的呀，不过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要求？好，只要我能办到，我一定答应你。那你身边是不是有一个助理叫南宫琉璃啊？有啊，怎么了？那你能不能答应我，离那个南宫琉璃远一点，不要让他接近你？贺锦熙为什么不让我接近南宫琉璃？难道莫非他吃醋了？喂，顾西城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有啊。行了，你的心意我明白了，你放心吧，赶紧休息。我的猫呢？在这儿呢。谢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谢谢。看来上次没有让贺锦熙得到教训啊，还这么有精神。可是他现在还是个清洁工，这是不是说明顾西城根本没有把他当回事儿？你说什么？你让你老婆当清洁工？哎呀，本来我就想逗逗他，可谁想到这样。不过我已经向他道歉了。我没听错吧，顾西城？你给一个女人道歉呢？啊？这事儿确实是我做的不对，道个歉又怎么了？那现在怎么样了呀？现在我不让他来上班，他说他在家里无聊，非要过来。那你给人家安排一个稍微轻松点的工作嘛。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是他不同意呀。他不同意？我的天哪，他有洁癖吗？当清洁工上瘾是吧？他说他不想让公司的人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想体验一下普通人工作的乐趣，还不让我暴露他的身份。哼，那你同意了吗？那不然呢？喂，上阵，都听见了吗？没错，顾西城被一个女人拿住了，他对那个女人唯命是从。何小姐，马上就可以看到全新的自己了，不要紧张啊！来，拆吧。这段时间你配合得很好，我相信效果会非常好。来看看吧。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很好，医生，谢谢你。这次你的状况没有出现什么异常，已经非常侥幸了。说实话，何小姐，你的皮肤状况并不适合整容，如果再次动刀的话，恐怕以后就难以修补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再动刀。行，你能记住就好。好了，你可以出院了。不过你要记住啊，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呢，一定要按照我说的去做，好好的保护你这张脸。另外，因为你跟常人不一样，
如果你想要长途旅行的话，我劝你再等一段时间，因为你现在这个伤口啊，外表看起来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内在呢还没有完全修复好，我怕高空压力会带来影响。我都记住了，医生，你放心吧。行。